台讲蛙粿是台湾真普遍的古早味的小食面。农粮署举办上强蛙粿比赛，高雄凤山一间蛙粿店摕到冠军，而且阁要甲超商来合作，所以全台湾3200间超商的门市，拢会当买到凤山这间冠军的蛙粿。其实讲到蛙粿，台南麻豆的蛙粿上界出名，另外各县市、各乡镇嘛拢有好食的蛙粿，就介在个人爱食倒一味咯。 倒入去拌好米浆，放入去人床内面，吹半点钟。这 Q 软的蛙粿就好啊！这蛙粿对南到北的口味无啥同，北部大部分是客家蛙粿，口感比较清爽。若是南部的，会将这卤肉、甲肉所配料对米浆做放入内面吹，色水会较深。你心目中上强的蛙粿是倒一种呢？农粮署去年举办上强蛙粿比赛，就由高雄凤山这间店摕到上强的称号。 内面有芝麻、香菇、甲咸两仁，也搁有葱仔酥的香味。即马到超商就买会到。米的品种都是以台湾米为重，配料上就都手工比较多啦，然后红葱都要自己炸的。蛙粿真有名的台南，虽然有真侪间拢无参加比赛，但是响亮的名声早就已经传遍全台。像台南麻豆这间，这真好食的蛙粿，问这蒜蓉酱。入味啊，好吃，料其实较多。 咱台湾蛙粿口味各地拢无啥共，每一个店家嘛拢有家己的支持者，就看你介意倒一味。